过车路是真危险，咱过路人唔通伫遐看看扫，也若一个驾驶千万唔通背手机啊！来看这交通部今日公布今年1月到3月道安状况，讲这事故死亡人数以奥多拜事故上界多，占59.8%。虽然去年有针对着这轿车、奥多拜无要让过路人受罚有关这罚款，但是今年1月到3月，轿车、奥多拜无让过路人，总共造成别人24个人死亡，是和去年同一时间来比，去年是11个人，即马是搁再加1倍外。台北市西门町车来车往，坐汽机车、脚踏车要经过，就要驶过这款违规停车，真危险。交通部公布今年1月至3月的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奥多拜事故死亡人数有462个人，占整体死亡人数上济，有59.8%。有用路人认为，汽机车违规停车，互因伫车路顶感觉真危险。违停啊，违停，对啊，因为会有死角啊。对啊，骑乘之后会有视线死角，变成就是要停在那个车子后面等，然后就可能等旁边的车都走了之后，才能再绕出去。的话，当然就是会依法去进行相关的取缔。其实还是有相关那个临时停车的这个需要。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去盘点检讨有关于所辖道路的合法上下客货的临时停车的空间。希望在今年的6月之前大各县市政府都能够有初步的一个盘点的结果。交通部表示，目前地方政府正咧过检讨一寡路段有临时停车需求，会伫适合的所在画黄线，设临时停车区等交通工停。另外，去年中汽车无让过路人提悬罚款，上悬罚6000块。不过，根据统计，今年1月至3月，汽车无让过路人总共致死24个人死亡，颠倒比去年同期11个人，佮加出13个人死亡。罚则加重的这一个时间，等民众可能会比较遵守他的行为，但是时间一久，那可能民众可能行为又恢复了他原本的一个常有的习惯。交通部表示，汽车无让过路人去年中有大执法，也加重罚款，民众有较认真遵守法规。但是时间过久，佫恢复原本较无让过路人的惯势，可能是死亡数字增加的原因之一。交通部讲会加强宣导，也会请警政署加强处理违规。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